亞仔，我上2個禮拜抽血做檢查，我有啲擔心啲血糖唔知會控制成點。媽，而家夜媽媽，打唔到電話返醫院問？不如等我問下而家最先進嘅 AI。Doctor AI，請問點樣可以查到最新嘅驗血報告？醫管局推出嘅手機應用程式 HA-Go 可以睇到病人過去2年嘅驗血報告。點擊我的健康應用程式，選擇我的記錄，再揀右上方嘅報告，即刻顯示過去6個月嘅報告。一點入去即刻睇到詳細報告內容。我的記錄入邊，選擇左上方嘅就診文檔，仲可以睇返醫生證明書、應診證明書、轉介信、檢驗備忘表同出院資訊摘要。咁可唔可以睇到我照顧的人，例如媽咪嘅記錄？當然可以啦，你只要係 HA-Go 登記成為媽咪嘅照顧人，即刻可以幫媽媽睇埋佢食緊嘅藥物，有冇藥物過敏反應。到今年尾，服務項目仲會不斷增加，大家要密切留意。太好啦，而家隨時隨地都可以睇返記錄，唔怕成日冇記性。除咗睇到報告，仲有啲咩功能啱我同媽咪㗎？Doctor AI，我呢就最緊要有健康嘅體態，練到6嚿腹肌就最好啦。透過我的健康應用程式，除咗閱讀你嘅醫療文件同驗血報告外，你可以記錄個人健康數據，接收健康資訊，撳自我管理。一共有10種量度數據輸入，包括體重指標、血壓、脈搏、血糖、體溫、疼痛等，讓你更加掌握自己健康狀況嘅走勢。你媽媽可以將平時喺屋企量血壓同驗血糖嘅記錄入落去 HA-Go度，復診時撳俾醫生睇，咁就唔使再帶住啲簿仔復診啦。有咗我的健康應用程式，我哋就可以更好咁管理自身嘅健康，更快捷睇到我嘅健康記錄同接收健康資訊。等我哋再教你3招秘笈，好好使用 HA-Go。預約記錄可以睇到媽咪嘅復診日期，事先請假安排陪診，話都冇咁易。排隊2，無論攞藥、輪候睇醫生嘅排隊實況，一撳即知，可以更有效管理時間。繳費服務，無論門診、藥物或住院費用，都可以喺 HA-Go 透過唔同嘅電子支付模式繳費，非常方便。大家要記住 HA-Go 幫到你，健康易管理。